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，蘿蔔絲雞蛋湯咁樣做更好飲。冬天要多食白蘿蔔，湯汁濃郁，全家人都中意飲。首先我哋準備一個白蘿蔔，去頭去尾削去蘿蔔皮，準備啲蔥花、枸杞和蝦皮，仲有幾個雞蛋。鍋燒熱先加點食用油，然後倒入蘿蔔絲。蘿蔔絲落鍋之後，開大火煸炒。蘿蔔入邊嘅辛辣味煮出嚟嘅湯汁，還帶有一絲絲的甜味。大火炒個2-3分鐘，炒到半透明狀就可以出鍋。而家開始煎蛋，煎到個個金黃，煮出來的湯汁都會更加濃白。呢個時候一定要加入滾水，咁樣煮出來嘅湯汁都會更白，更加濃郁。放啲薑絲，冚蓋，湯汁就會變白。跟住放蘿蔔絲，煮個2-3分鐘。呢個時候依湯汁就會好似牛奶一樣白。然後加啲鹽、些少雞精同胡椒粉，最後先放蝦皮、枸杞和蔥花。咁樣做出嚟嘅蘿蔔絲雞蛋湯，湯鮮美味，湯汁濃郁，冬天飲一碗暖心又暖胃。